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何媽講經，我係何媽。今集嚟到第11課，講行為的秘密。呢個主題係講最難教嘅小朋友，其實個性同你最似。唔知大家有冇聽過長輩一句好深嘅說話：仔女其實係嚟自我哋嘅。呢句說話看似唔科學，但係都唔係冇道理嘅喎。因為仔女嘅性格好多時都會好似我哋，兩個太相似嘅人相處，即係相沖啦。出現嘅矛盾同埋衝突都會好多好多，但我哋又正正係要教育佢哋嘅爸爸媽媽，即係要撳住自己，繼而再去教育。喺火都嚟嘅時候，都仲要你笑住去教，問你死未？要學識去了解小朋友，我哋其實先要去了解自己。如果我哋想改變小朋友，固然之我哋都要先改變自己。唔知大家對自己有幾多了解，又唔知大家做咗爸爸媽媽之後，覺得自己改變咗幾多呢？睇到呢度，我百般滋味湧上心頭。回顧翻做媽媽呢10幾年裏面，我自己嘅改變都真係好多同好大嘅。以前呢，我係超級火爆，一點就着噶啦。到而家，我覺得自己耐性都算唔錯。以前講嘢又唔經大腦啦，直來直往，得罪人多，稱呼人少啊。到而家都會變得好謹慎思考，要講出嚟嘅每一句說話，因為知道出咗口嘅每一句說話都有可能帶俾我個女好深遠嘅影響啊。以前我係超級 E、超級外向嘅人，但係到今時今日，我都學識去同自己相處，會珍惜自己獨處嘅時間。以前毫無方向感啦，毫無目標啦，聽天由命，見步行步啊。到今時今日，我都學識對自己、對屋企去負責任。仲要識得去撳住自己嘅衝動去做決定啊！所有嘅改變，我覺得都係向好嘅，所以我真係好感恩上天俾咗我呢一件又寶貴又沉重，我人生最珍貴嘅禮物啊！我嘅心肝寶貝豬小河馬，縱使佢嘅出現令到我生活變得好吃力，我都覺得生活有佢係好精彩、好美滿、好幸福嘅。因為有佢，我先注重自己嘅成長進步，幾辛苦都好啦。回望一下，所有嘢都係值得嘅。我深信呢個都係大家作為父母所有嘅感受啦。又一輪廢話啦，事不宜遲，馬上同大家何媽講經。可能好多爸爸媽媽都會覺得而家啲小朋友真係好難教噶，究竟點搞啊？作者就話啦，如果你覺得揾唔到同小朋友相處，又或者好好溝通嘅方法，有時候可能係我哋唔識同自己相處有關係嘅。我哋往往都未充分了解自己嘅個性，就已經開始要教小朋友啦。即係我哋自己腦筍都未生埋啊，就已經唔小心咁做咗人阿爸阿媽啦。咁嘅情況就一定撞牆啦。舉個例。有時候我哋覺得佢哋好固執，但係同樣地，我哋自己都係一個好堅持嘅人喎。又有時候我哋話佢哋好霸道，但事實上原來我哋都冇俾幾多時間同機會佢哋，又或者冇俾適當嘅尊重同選擇佢哋。我哋有時又會覺得佢哋專唱反調嘅，但係原來我哋自己都係反反复复，都係一個中意包拗頸嘅人喎。而最常見龍虎榜 No.1 就係父母成日都話小朋友冇耐性嘅，但係唔知大家又會點評價你自己嘅耐性呢？會唔會連5分鐘你都沉唔住氣啊？當遇到教養撞牆嘅時間，作者就針對唔同教養嘅父母有以下幾個建議，我哋又去學下嘢。第一個建議啊，就係送俾小朋友恰到上心口嘅爸爸媽媽們啊，不如先改變一下你哋原本嘅教養方式，嘗試下軟硬兼施咧。等小朋友見到唔同嘅你，唔一樣嘅你，都睇到你嘅教養方法原來唔止一種㗎喎，有幽默有趣嘅時候啦，都有堅定有規範嘅時候㗎喎。咁樣小朋友先唔知道你幾時係出邊招噶嘛。
第二個建議啊，就係對於教導好挫折嘅爸爸媽媽們啊，我哋不妨先改變一下自己嘅觀念。小朋友如果唔聽話同埋中意挑戰，未必係同你哋嘅教養方法有關係嘅。想提醒一下大家，每個小朋友都有自己嘅個性，所以我哋係要依照佢嘅個性去調整我哋嘅教養方式。例如，你係好急躁嘅父母啦，可能你要俾小朋友睇到有耐性嘅好處㗎噃；而個性比較倔強嘅父母啊，可能要俾小朋友感受到好溫柔嘅；而比較固執嘅爸爸媽媽，可能要俾小朋友覺得事情應該係有彈性，可以有好多個選擇嘅。第三個建議啊，就係俾每日都提心吊膽嘅父母啊，唔知大家有冇試過每一日都好焦慮？唉，今日老師會唔會打嚟呢？佢喺學校會唔會有闖啲咩禍呢？如果你係咁樣嘅話，作者想大家同小朋友試下做一個增強信心嘅練習，就係每日出門口前都同佢哋講一句：我相信你，我知道你會盡力嘅。呢句說話嘅魔力，除咗係增強小朋友對你嘅信任同關係之餘呢，亦都係要你自己講俾自己聽噶。因為如果你對小朋友冇信心，小朋友就對自己更冇信心啦。而如果你一日到黑都係焦慮擔心嘅，佢哋都會不其然咁樣模仿，因為佢哋就係我哋嘅一面鏡啊嘛。或許大家都會發現，小朋友越大，真係同我哋越似嘅。如果教唔識佢哋，其實可能就係我哋唔夠了解自己，亦都唔係好願意去改變自己喎。所以請各位爸爸媽媽嘗試好好咁樣善待一下自己，同自己相處下，亦不時咁樣反思一下，唔好怕作出改變。當然，教養同改變都係一樣，係一世嘅事，唔可以話一時三刻就改變到。試下調整自己嘅步伐，一步一步慢慢嚟，總會變得更好嘅。我知道大家喺教養路上都會有艱苦、沮喪、失望、無助嘅時候。何媽想話俾你哋聽，你哋並唔寂寞，並唔係孤軍作戰。我會喺度陪住大家，支持大家，揾方法幫大家分憂同埋嘗試解決。當你哋感覺到能量不足嘅時候，不妨試回想下3個同小朋友珍貴嘅回憶。不妨趁佢哋瞓着咗嘅時候，靜靜地去望下佢哋。我一路都覺得個女瞓着咗真係天使嚟嘅。到底佢幾時已經變到咁大個呢？有冇肥咗瘦咗啊？大家有冇留意過佢哋嘅眼眉毛、眼睫毛等等？個鼻高唔高呢？似爸爸定似我呢？個嘴型係點樣嘅呢？我每一次呢，好靜咁樣望住小河馬，有時都會忍唔住咁樣微笑，而冇笑啊！好好咁樣觀察下佢哋，唔好帶任何負面嘅評價，好好咁樣望下佢哋，整頓一下自己嘅感受，為自己、為大家嘅關係充充電。多謝大家又同何媽完成一課啦，好抱歉啊，今集呢，我嘅節奏真係好混亂啊，好似一個拳手失去咗平衡，失去咗自己嘅節奏一樣啊。不過咁，我都會繼續努力嘅。提醒一下大家，如果有用 Spotify 嘅朋友，我每個星期嘅節目都會喺 Spotify 同步更新。未幫何媽點讚、分享同訂閱嘅話唔緊要，而家即刻馬上立刻做就得噶啦。下個星期一同樣時間繼續同大家何媽講經，拜拜。